牛牛講美股係由富途證券贊助播出。想要個安樂窩，又想要寵物陪，你會點揀？寵物被逼遷，主人無奈棄養，失寵嘅下場可能連命都冇。咁我哋會揀擇咁樣咧，將一啲年紀大或者有少少缺陷啊嗰啲就會做人道毀滅。新聞淘寶，星期四晚6點，翡翠台。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喺一個安定嘅社會，國家安全係社會繁榮穩定嘅重要基石。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統籌發展和安全，落實愛國者治港，構建和諧美好生活。國安才能港安，國安才能家安。維護國家安全，人人有責。我哋一齊參與。大家好，又到咗六合彩嘅時間。今日係4月14號星期二，由我李志晴同大家主持第40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我哋首先睇睇投注總額。今期嘅投注總額總共係有5570萬。由於上期頭獎及二獎只有5元1票獲中，所以有累積多寶獎金1231萬。而投注總額嘅15%，亦即係830萬，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咁喺攪珠之前，先同大家介紹下今晚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係香港賽馬會投注營運及管控助理行政經理陳忠豪先生，以及獎券基金受惠機構之一嘅代表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董事梁銘謙先生。歡迎晒兩位。同大家介紹下受惠機構。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於1977年成立，係政府資助非牟利機構，49年嚟致力提供專業及多元化嘅安老服務，31個單位設有住宿照顧及社區支援，另開拓新服務包括中高齡人士就業服務、專項義工培訓、護老者支援及護老技巧培訓、認知障礙症服務等。該會亦投放資源將資訊科技融入服務，建立多個網站、手機應用程式及網上虛擬中心，推動長者及護老者善用數碼科技。詳情請瀏覽該會網頁或致電25112235查詢。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舉行，大家喺電視機熒光幕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開始第40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9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19。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4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44。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8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8。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6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46。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3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33。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2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22。
最後一個搞出嚟嘅特別號碼係18號 and the short number is 18。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已經順利搞出，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8號、19號、22號、33號、44號、46號，而特別號碼係18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嘅六合彩結果，又或者頭二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再一次多謝今晚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係陳忠浩先生以及梁銘謙先生，唔該晒兩位。喺度提提大家，喺節目完結之後大概15分鐘，大家就可以開始購買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啦。喺度預祝各位好運，我哋下期六合彩再見啦，拜拜。Hello， 去到邊都要做世一，由朝早玩到夜晚，上完山再落海，玩盡韓國、馬來西亞同菲律賓，誓要做旅遊界嘅 No.1。同地面好近啊，好中意啊，好靚啊！世界第一等最後一集，今晚10點1 82台 TVB Plus， 加啲心思，少啲雜物，簡單又 easy。我會將最大件嘅嘢直立式咁放，總之就係要有蓋嘅，而且可以密封嘅。已經開咗嘅話就直接倒出嚟，成就全新空間，掃除煩惱由收納開始。加減陳除3，星期六晚8點半82台 TVB Plus。中國地大物博，跟住攝製隊嘅足跡走過春夏秋冬，用鏡頭捕捉國寶級瀕危野生動物喺極端環境之下點樣為家庭、為生存奮鬥。野性四季珍稀野生動物在中國，星期日晚6點翡翠台。喂，你哋聽唔明定聽唔到啊？聽唔明可以問，聽唔到就冇得補救啦。喺高噪音環境工作，冇做好聽覺保護措施，好容易造成職業性失聰。僱主僱員都要齊心預防聽覺受損。如果僱員從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職業性失聰，就可以申請補償。預防好就聽得到啦。爸爸聽電話。荃灣地區規劃研究涉及900幾棟私樓，會制定重建、維修同活化保育策略，採用地積比率轉移。具體做法係點？相關市區更新藍圖即將公佈，邊啲地段最有機會發展？利嘉閣地產45週年真盤員特約，今日有樓睇，星期1、3、5晚6點，翡翠台。有啲嘢睇落金碧輝煌，嗱凍嘅，凍咯喎，死得好慘啊！死咗好多人都冇人。污糟邋遢嘅反而暗藏寶藏。好中意食涼粉啊！佢真係。係咪啊？試真啲，今晚10點半，翡翠台。傾家入宅係由 WD-40 萬能防鏽潤滑劑呈現。